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喺呢白宮放入當中呢，係講你專心投入一種專業，呢位講咧係前因，因為真心非常艱難得到。喺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竹東語言工坊了解藝術家范榮天先生。佢上來後，我看佢係從細可能啲媽媽嘅讀書當中是開始接觸了木匠了行工藝，你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先生來到節目當中紹介佢嘅作品，你哋係實實來分享范榮天先生。先生好。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做木藝創作嘅語言工坊范榮天。哇，范榮先生。咁下 Rita 講，我自家睇啊，嗬，你可能從你媽媽讀書都是開始接觸了木嘅樹木，嗬木木匠係啦，係從細接觸呢一種有關呢樹嘅呢一隻行業啊。係呢從頭擺我出世，冇記叫我爸是開始的做呢木材嘅生意，記得呢散當啊，頭擺已經做了攝菜啊，做了攝菜嘅時節，佢我到時是從細就睇人去上山去做了只睇人去撩啊，你係頭擺呢是去散當嗰度等於講飲沙打怪啊，你成日都睇人去搞啊？係，佢從我第二來，我爸從下會看到這樣嘅樹，其實係。驗轉來啊，簽轉來，要除咗當生詞，喺我稍微除咗細些看唔出啲到底做乜嘅用途啊嗬。佢順頭嗰啲稍微講門講，識得麼？你做乜嘅藥效啊嗬？你做得魚片麼？頭擺意思係從你樹頭做得鋪來食啊，鋪來食，你識得麼？用得麼？要好麼啊？哦，你係先發基本面。不過，你喊啊，提醒是講用欣賞嘅角度，嚟享受啲藝術品，享受啲大自然嘅創作。錯，因為大自然嘅東西其實，你嘛係當久之後就體會得到佢哋係感覺，就扮演下你冇人可以接觸到呢一隻感覺嘅東西。哦，先生已經講到感覺嗬，靈感嗬，你一成藝術家不是講你嘅創作嘅時節，有啲 idea， 不如講有隻感覺做得創作出你新嘅作品咯。咁先生，所以同樣講，你其實從細是聽人爸爸嘅腳跡，是嚟認識嚟到樹哦，做得咧更高、更高、更好、更高、更好，是會學到咧欣賞。係啊，啲嗬，啲細些是講你頭擺書台啊，嗬，然後你一係書台冇當強人，你一係書台寫惡嗬，色彩是要好封閉啊，嗬，頭擺是好開放，頭擺樣板那度開放，頭擺你冇乜嘅娛樂，也冇你係寫惡對時間嘅管理啊，嗬，冇從你一下家長管理到安樣嘛，又好又快啊，喺頭擺仍然睇啲寫惡呢嗬。台體嗬係講屋卡係冇做乜嘅特殊嘅事，你只要屋卡係寫做睇之後，啲係是見設計，是台體為悠悠然然，你做該做咁樣嘅，係啊。同你都快樂，你一時讓我細細時節嗬，聽你阿公阿婆是講時未下睇咧，嗰時轉到屋卡睇件事情，實實的，你上家下屋嗬，然後你叔伯兄弟姊妹，大家是關於搞當快樂，不過到今我知道當姊妹。今年成日冇強用，不過你也要冇強用發展嘅方向。咁先生，雖然今日講到悠悠然然，不過我聽呢個故事，我相當感動。爸爸上山簽樹嘅時節，喺半夜功課，咪半夜上開始接觸，你係木工。錯，嗰種時節嗬，佢為到冇本呢個時間嗬，嗰種浪費睇講，你一寫完應就冇辦法嗬，可能會學壞啊嘛嘅，叫本到家庭作業。所以我爸爸係家庭作業，佢也唔要求我讀書寫詩，也唔要求我有啥去樣板去做乜嘅東西。佢講冇2禮拜，我上山轉來差唔多1禮拜時間，因為老倆可能佢幾天啊，亦都有工作啊、訂啊、做啊嗬，打磨啦，然後去做好些來啊嗬。你係時節是講，當一種人爸食材啊。你認為按談食我按做，
色彩讲，我是到介下吼，我摆伫种教育方式，我想当好戏，基本我有啥四只台的放强，伊也冇绕口讲，我去听爱做动样板来商图，和色彩讲啊吼，只用于发挥，只用于发展，你只系只，我想当好的一只挑战啊吼，这挑战本我有啥内心中做得持有是思想啦。嗰只持有的思想係你下冇人改啊！我瞧你係非常寶貴嘅，因為雖然講你下科技各行學娛樂都要當到現在，不過其實你下真正講對口一項學習之路嗬，係講你做得有一隻發展空間，不你好好嚟創造，做你心間度真正想做嘅東西，我瞧你係非常珍貴。就像今日先生講嘅，爸爸按教育方式嗬，其他人可能冇了解，不過你自家。緊做，很好喎。咁有冇聽人講做唔得？你想用慢做是用慢做，做得盡量來搞，係嘛？爸爸你因為你嗬也唔啲嘛，喺度做好啦做法，冇嗰隻標準。係，佢你是用自家嘅想法講，愛攞嚟東西去處理，去打磨，或是雕刻，其實嗰樣是不管用慢做，而你係想法小種當簡單，但是。你為一隻思想上嘅一隻開拓性，你會變到冇按到限制，所以本嘢係心肝，本嘢係邊個愛hand班愛你哋下去做創作嘅時節，冇按到你一種乜嘅限制，你係真係做當好嘅事情。咁先生，你哋喺做嘅過程當中，因為聲音啊，嗬，雖然是簡單為用嚟到工具，你是開始喺做，無論係電腦啦、作嘅啦，咁到做咁冇遇到困難講，有嘅聲音講，我唔可以做咧。但係講做唔得咯，爸爸轉來又為罵咯。色彩講啊，嗬，你可能即基本上嗬，唔啲係咩倒擺啊嘛，或者講做出嚟有一隻親切感嘛。嗰個親切感本嚟你像講，你係一隻冇起眼嘅一隻樹頭的，你樹當做起，完全佢有一隻，你為一隻感覺講，自家做得完全一件。東西完全一件事情，你是為咗心潮，嗰個心潮為本自家作為過程中為唔啲兩隻事件嚟做案，因為投入落去，因為當長時間大家看兩件東西，哇！甚至順頭貪污咧，你係唔啲。廢寢忘食，所以哎呀，對，其實咧地圖和Rita自家提到要當全面教育嘅意義啦，因為用慢本成日有一條路行，韓國本身冇行偏，有本身做得自由嘅發揮，我就喺范先生嘅家庭當中有感受到嗬。范先生你下自家接觸安度嘅樹兒，做咧彈鋼超過30年有嘅嗬，可能他當到了。唔記得幾年咧，30年。所以像本咧要到樹兒啊，就漆木，用把人來創造，韓國做出屬於你自家風格嘅東西。你啊，特別你啊漆木你啊只係特別文人雅士嗬，佢生活中一隻冇欠，做唔得欠起嚟，因為特別嘅人啊，除了讀書寫詩，是對你啊只大自然嘅東西係欣賞，所以漆木漆色、配件插花咧係特別文人嘅一隻。活動發動啊，嗬，喺度嘅休閒活動，喺兩下兩隻水台，你台灣嘅漆木嘅嗰隻來年啊，嗬，變講兩隻高山係等日本水台嗬，日本人見到啥對兩隻東西好有想法，撈去融入生活地位度，所以特別台灣嘅早期要做當到外銷嘅漆木嘅屏風啊、作兒啊、電腦啊，喺我接觸嗰隻年代，大體係做了一種好簡單嘅處理嘅漆木啊，嗬，使到一隻樹頭切到一種作兒，去簡單去製作，唔係講你當複雜嘅加工啦。就先生，安樣嘅作品係啊？喺從咧係喺後輩發展啊，嗬，為要用自家嘅想法去創作啦，因為你係融入家中嘅想法的地位，比如講佢就樹兒、有石頭、有大自然嘅意象。我嗰個意象，比如講你一件東西，佢係有個大自然嘅瀑布嘅嗰種感覺。喺個石頭喺當講係簽嗰種嗬，你先做個霧色啊嗬，來上落去啊。喺呢個時節
係講書上當好，基本上袂書件袂參到嘅實物袂報道嘅，也係當特殊嘅啦。一般嗰種東西材料是冇人可以取得啦。喺嗰邊講，嗰啲係一隻多少嘅建築啊，嗬，嗰一張美國嘅建築師按到萊特，佢嗰落水山莊係嗰隻感覺是講一隻建築的啲台詞啊，嚟翻景之中，的啲瀑布嘅面當呈現出嗰種嘅意象啊。當這樣誒，啊，有人講呢係冇強用嘅每菜，用乜結合強下，本嘅形式佢這樣有冇改變佢本自然嘅形式？吼，像先生啲咩係？你除到呢種一概念吼，啲安那咧，一定影響。唔係所講係一隻類似一隻咁嘅，邊講一隻煙啊，嗬，佢隻動作托係一隻。攀呢也好，係隻公司起人的街，哦，嗰隻形狀你係多少按造型嚟感覺啊？哦，起到啲草地當過，你隻係多少按意象啊？所以先生自家創作嘅世界吼，特別好，簽你都有所謂嘅題目。我有一些有當到種想法啦，邊講下巴啊，anyway 用簽題目，但是大體我會去創作到生活相關聯嘅東西啊。你也做得到生活相關聯，你是為就當你為看佢使用佢，冇為經過，所以佢為讓你嘅生活就會產生連結，嗰個連結為本意撈了無權撈了件東西嘅對話咯。有情感，有情感。好，是不衝衝叫看到咧是當到記憶，哦，是像你看到咧頭擺羅文柱，好呀，羅明聰，可能你底下用唔到，唔過你可能是。當設計當愛機嘅感覺強咗。好，大家聊一下技術道在呢節目當中，同范先生咧分享佢大家當到當陣嘅創作哦。所有好朋友轉到福喜來節目，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到主動嘅語言工坊嘅先生范榮天范先生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佢當入本土嘅母語之路哦，謝謝來分享范先生。范先生好，大家好。哇，先生，我當好奇嗬，一個好高嘅數嘅概念，因為行業建立自家嘅品牌語言工坊。你開始嘅時間，你對隻事情，你可能做久做多落去，人客為就對人提出佢嘅想法啦。哦，提出佢嘅想法邊講，可惜你談久落去嗬，或者講根據嗰個世界嘅社會嘅背景啊，嗬，大體嘅人，一般來講，佢好冇乜嘅特殊嘅想法，佢是想講，我會簽做樣板，佢會當固定一隻方向。你談久落去，你是會像講樣板特張因水簽兩隻方向嘅東西，嗰是一隻按照社會中嘅大家共識用嘛。可是嗰啲東西是好按照平民化、長民化，嗰樣唔係講唔好啦，是講大體嘅人是講。可是你大概做為人啊，是會發覺你一種感覺係一隻，本來你當然大概消磨太盡心啦。你當然其實愛邊講實現一隻目標。我係創圖幾多，發圖幾多，構圖幾多。嗰啲係用品啊，當然是講用品哦，特生人用係多。不過對創作嘅人來講，就少。因為想講，你只感覺講，樣板，呢啲東西當做出來之後，去到批會，呢啲人因為是只，我可能人到呢啲設計嘅東西，可是人客佢會對呢啲東西嘅辨識度，佢看唔出。你嘅東西到拍曬嘅東西就唔係冇強用，因為你照你太重嘅想法去思考嘛，你是為睇人去轉啊，睇人去跌啊，睇人去跌到尾來，anyway，唔記得你對了眼但眼時最初嘅一隻感覺，我最頭擺對了書，你喜歡佢哪隻位所，你喜歡嘅感覺係樣板，應該你專業嘅人員為本人啲。你嘅東西係哪嘢冇強用？哎
哟，唐先生讲啊是啲讲，伊喊系动坚持，就表示讲伊喊呢一条路吼动清楚啊吼，所以一直来家你看到呀作品，要去电影下来素材，再来家先生讲到吼，所谓嘅日常用品吼，你睇呢位没有准备到，像呢係插座嘛，错，是系插座。呀，先生，特别你看插座係老人像冇乜常用，你实嘅东西用咧。因为人家插座系泡插，泡插是很因为是只有人对泡插吼，可能佢上爱老介只表现，就特种，因为有人喜欢好华丽的风格，很有人叫我讲爱好炫目的风格，所以炫目时候，我唔是讲爱当华丽，很有人讲爱上爱一只当虚荣。我现在求因为是只你用扮老俩虚荣美感，和的俩种尺寸上的比例美感，捞去融合落去。所以我就做了只设计了只插座的时候，我是讲有到猥琐，有到线条，有到简单的线条。本人命都因为插座，因得该色彩的时节，大体会当表送嘛吼，当表送的时候，你会想讲，错完的该你会去。整理嘢插座嘅时间，因为是命机，所以有到角头咧会稍微做好染啲啲咯。但是咧唔会按，因为你做调染之后会少太多东西，所以有到发纹啊会跳用cái透上头吼，会做cái好特殊嘅发纹。有，俺看起来有到变化，有线条是多少冇穷人，喺我底部也有设计讲，不用插嘅位数吼，本机冇适度，因为你嘅插係。用的一只封闭的空间图吼，去插会只有嗰只空间的美图。所以你系一只，和色差因老因之间的距离嘛系一只动态的一只方法啊，莫强减也莫强燃啊。所以你一只长宽，韩国你行因的空间机的做得用的长宽的比例嘛系一只关系。韩国吼色差系一只。你行因可能也包括疫情好冇安样发动，可是色差不管有因冇因，一家点下来就感应色差，因为系当好嘅一只心灵沉淀。这样做出来哈，其实系当有音美嘅哈，而家线条从两正面看，你可能是看除了咧细缝缝，好当本表东西未当好，不过你还会有咧发面，有线条，有弯弯白白嘅感觉。嗰只透相嘅嗰只面吼，我是讲你几只物件啊吼，你几只作品嘅正面啊好侧面好送，每只为所称嘅有机嘅一只画面呈现之后，因为有一只感觉再出来长做得的，冇话吼，你会感到东西会当平面。意思是讲看到这样哈，有 feel 是出来，本意是话景用很想要高用。因为你当你都不看用的东西，佢系自然的、天然的素材的时候，佢看也是当奇妙时，唔会感觉当看久会看难睇啦。是有温度哈。先生家讲到了自然嘅材料哈，你使用嘅用景用哈，应讲有使用嘅添加，是表示讲有温度。那个用半年来保养，本来都有天然嘅素材，做得冲冲久久。其实吼，不卡保养台体啊吼，台体因基本上来打蜡啊吼，可是打蜡嘛有只技巧。一般啊吼，你平常那种家己使用久咧，难免会用清打坏啊吼。你下虽然讲空间台体粉尘冇问题啊，可是如果说你也有保养啦冇保养，会保持佢很好久嘅嗰只使用嘅嗰种。感觉嘛，和通常系讲保养了种木质家具嘅些，你不卡做准备一条长嘅抹布，和嗰条长嘅抹布吼，你做得落去出上嘅汽车蜡，个汽车蜡落去用开来做唔得打开贴啦吼，比如个布那度，你用个布去弄个汽车蜡之后，从个就个布就沾入个汽车蜡吼，了个是出个家具，你用清水。拧干那个灰尘出墙了之后，就用个蜡布去打。啊，你一条蜡布仲系溜人，你一薄个台体商量系热了，出一版腰卡家具，腰卡家具什么的那就讲。
哎呦，所以咧系泡泡个，哈，上多时咧吹下吹下。你用糖，因为当用个喷蜡吼，喷下去，因为喷蜡做唔得为了架机嘅表面嚟嗰種塗料吼上到。哦。我是為糖果筆，係啲糖果筆嚟說，個手感感覺唔好。喲。其實我家下講嘅蠟布呢，吼，仍然200又是做得啦。其實樣保養起來一簡單嘅。一簡單，你要什麼東西去當好保養。好，所以先生講到重點，用好嘅東西，其實佢就得用到長久啊。錯。咁先生，我像聽伊啱講吼，一流你行咧創作之路吼，行咧像一順利，行個自家從品牌以後呢，一品牌哦分工嚟當講究哦。其實你吼，唔講順利啊，要當到咁嘅變化啦，隨時有變化，因為。但是，你從一隻心頭度，你為隻想法講，用辦起佬你隻品牌，你隻開始嘛，唔係講想嚟做品牌你隻想法啦，你是想到自家嘅東西做好來。可是做好來，叫你為咗口碑啦，口碑人就講哦，原來呢個東西，哦按好係隻品牌，哦人就講哦，原來你係上到品牌。哦。可是品牌嘅東西，佢要當到係嗰種。你唔了解嘅為數，樣板頭擺你中國係啲冇品牌，樣板外國係有品牌，因為第一是講外國人佢嗰隻點講，得了隻18世紀過後，叫啥也當到工藝師，當到匠師，對了隻品牌繞口當過，喺當過嘅些機會，因為叫啥嘅貴族為繞口，佢當重視了隻應講係匠師匠人啊嘅表現，所以佢為應繞口了匠師，佢嗰隻作坊叫咧，就是類似呢兩個一隻變到一隻品牌，佢長期落去佢是一隻當好嘅。但是呢台灣反映晒世界嚟講，大體為好對呢隻觀念嘛，尊重匠師嘅觀念好冇啊，所以我地位女僕，我是主要啲係一隻當重要嘅。所以我本來地位女僕係師傅啊、匠師係薪水當好，好冇上落咧，我該做，我要分當到家部門邊講，我該設計畫圖嘅，要設計畫圖嘅人，和我會做咧穿咧塑料本師傅做，和普通頭擺叫啥就辦叫啥是好冇老咧只獨立開來，可是我做咧當重要，因為我想愛嘅係咧只標籤嘅東西。你兩隻部門嚟，人佢是負責去讓嗰隻標籤嚟塑料攝出來交本師傅去製作，和師傅佢是唔是上農經，佢專注的佢嘅嗰隻工作，做木匠嗰隻工作，和後輩接觸嘅人佢專門攞啥專門嚟去，然後佢細節樣板去攞好來，佢當然同意嘅時候，想辦法攞。那就到維修，就到角頭嘅樣板去處理，係我佢下巴為咗問題來簽嘅時，你是想辦法係冇法度，你就做出嗰種工具啊，跳起設計隻工具來做呢個東西。哇！這個係設計工具啊！因為你就繞口冇窮人，所以你係會遇到呢種問題。好用嘅東西，自家來設計。和邊講嗰個塗裝，人家講嘅包裝，然後塗裝是有關係。像喺繞口。表面嚟嗰隻表面啊，嗬，嗰隻清漆啦，好嘅漆係頭面塗當過，肯係講住薄咗之後，佢會冇按頭面表示嘅漆係品質冇按好，所以講不管要上色冇上色，因為呢隻塑料嘅嗰表面嗰隻塗裝係頭面塗當重要。哇！先生，我想講吼，日本 LED 下一擺又塗咧係真實嘅咧材料，用把人塗到品質好嘅，包含講佢做工嘅油，含講佢用嘅咧漆啊，含講用嘅咧蠟啊咧都全部有關係啊！吼，等下到轉來呢，先生還有請到老幾嘅咧作品有關係嘅內容，我同大家共下來分享哦。
歡迎所有好朋友轉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大家係咪老 Rita 強用？哇，今日遲到學到咁多東西。家下呢，范先生教你講，用半日來學你愛買咧數做嘅東西哦，嗬。再次來分享營養工坊嘅范榮天先生，先生好。大家好。先生，你頭先講嚟按到巨蟹，香港追求夢想之路 ，Rita 呢一答會沒有咧快問快答。我問你講嗬，當輕鬆完全唔是想。好嘛，來輕鬆一下哈，咪透過安用嘅，哈那認識模擬啦，認識范先生哈。請問先生，你除了咧木工以外、模擬以外，你還有喜歡乜嘅？你興趣係乜嘅咯？我其實對動作事情都有興趣啊。哦，係，比如講，研好嘅東西。真嘅咯，你有好奇心係啊？係，我像一隻好奇心當衝啊，我好奇心當衝啊。係啊，我私人差像東張西望。你好好時差，所以你係保持好奇心，你係非常重要，尤其對於個人嘅學習創作。你有冇有機會接觸到乜新嘅東西？係啊，因為我從細到大，我因為在學習嘅過程中，想自我學習好多，所以保持一隻好奇心嗬，係一當重要。韓國呢個態度嗬，係，少咧係對你某個程度嘅時候講，呢啲東西你特別感覺要我為發動態進行去學習。你啱又係教育嘅議題了哈，哎呦好奇心啊，做得詞學哈，好了解咧，所以乜嘅東西先生是中意哦。咁先生請你係講你完成一件作品哈，你第一時間為了馬上來分享。我當然第一時間咧下為了我不用我太太分享啦，但是太太通常為澆冷水。有咩？叫佢看俺都台式作品看慣咧，係冇？係唔係講 Rita 看一個先生很好看哦，嗰時冇強嘅感覺。你會檢討啊？檢討講唔用班機看到唔會。哦，有道理哦，佢看到咧，佢做得半日都有意見建議。哦，你係咪好嗬？我像你看到特種都當正啊樣嘢，你冇強用嘅角度哦。咁請問先生，你寫時節家講不卡半日一台詞就好。咁你最慘做過乜嘅事情？我最慘哦。最慘嘅事情是學習，因為我嗰年代啊嗬，東流行武俠片，飛檐走壁，還有啥特別大介路嗬。佢順頭我到啥細胖當行出來自己嚟不鬼當。用吧，你睇中意啊？嗰隻書台嗬，你差唔多鴉片咧，鴉嘅個木啊。飛檐走壁嘅係話邊睇見足少個攀。佢講要嗎？佢當然要啊。跟鴉片要落去丟塊睇冇？丟爛睇冇？佢發丟喺東東。你下凍灰梅嚇，很神奇哦。咁下凍多樣嘅木，你下凍少咧，你下冇買樣嘅鴉木咧。哎呀，我細時間咪係大家蘿蔔食安樣嘅，當經上來很潮雞，越轉越牙，真件事係情感嘅累積。係冇強嘅感覺。冇強嘅感覺。咁細時間真嘅眼學教，因為個已經係咩嘅愛好麼？唔係昵稱麼？昵稱哦。也有啦。有咩？係誰講麼？係誰講？真嘅啊！咁你眼學教薯條，用英講薯條音麼？也有啦。真嘅啊！我即刻睇你呢。哦，咁睇家上外啲嗬，做得起營養工坊而了解問我先生到底嘅愛好係乜㗎？先生今日喺節目當中講唔出口嗬。咁請問先生嗬，點解創作你嘅作品嘅時節嗬，你不是係用半年半年為當有靈感？其實你比較下巴因為看到個書啊嗬，因為隻感覺，嗰個感覺是講。你嘅靈感下巴嘛會前難啦，通常下巴眯着眼睛看啦，不要看得太清楚。我要朦朧咩？因為對你講話。我哋要當杜河，因為我哋閃光啊，嗬，當陽重嗬，所以目鏡薄下來是看到。為假如安樣人看到從係唔係要能夠隻線條顯出？錯。你嗬，個樹。當到隻角度去看嘅時間，你眯着眼睛看就難看，只有陰影，就嗰種面貌嘅冇當強了。
你咪係哦，係講你拿到藝術品，你就得用呢一種方式去做，然後一種嘅欣賞。錯，看到聽清楚哈，乜嘅東西是唔講。係哦，你有一種教育嘅理念。跟先生最尾學長講你看到你嘅作品，你最後你按到乜嘅？我其實都還好啦，我就有一些人啊哈，嗰隻表情了，騙唔了人啊。我是創下有隻感覺，有人客落來我店啊，比如落來空間那些目珠金起來，像小朋友看到冰淇淋蓋哈，哇，眼睛像亮起來，嗰感覺你是不用說什麼，你就會當開心。你一時傾聽，你一時傾聽。哇！唐毅先生啱分享一場講做藝術創作後，本 Rita 因為愛學唱歌，愛做音樂，愛從客家歌，喺個當有機會接觸呢啲藝術家，一場呢一咪係一種當好嘅觸及，一種靈感哦。咁先生你敢要督到過？因為家下講到，其實創作之路嗬，你係用冇強嘅方式簽靈感。喺個你做你上線塊用品，所謂嘅善良化產品，喺個客製化，我相信應該聽到因為講，個師傅哈，你要按希望哈，做得來讓我客製化乜嘅，我用係到嘅東西麼？要創下用先印刻啦，哈，另外啥客製化東西，客製化嘛，要本當都款啦，佢一款是講我用現成嚟尺寸，改來客製化，佢材料用樣板，也是普通嘛，佢有一些是用感覺講氣目了。開始有多少困難啊？因為人客大家人客想法冇窮人，因為撈理出嚟只頭緒也是困難度好高啦。哦，咁個客製化係咩下好搞啊？當然客製化當姊妹嘅事情啦。創下要當人客嗬，因為做嘅客製化嘅過程中，其實我想你係交朋友啦。其實客製化坦白講。如果說以企業投資報酬率來講係不划算的，但是係做客製化係只人老人嚟交流，所以其實客製化有咪係看情況，因為下巴會互相交流到一只商圖，你老去做嘅東西，其實係正經嚟感覺到你嘅榮幸，嗰時係一只你係老去倆狗商之間哈，問啲聊天之中哈，問到any球。你像資訊也好，類似講你主持節目帶音主持人讓因為感覺人嘛，很客製化有嘛多少有啲感覺啊。認識了解人，實際講乜個東西係適合佢哦，就得來留意下多考量一下。錯。係啊。咁先生你啱做看看有自家所謂品牌嚇企業，所以你要做量產嘅產品，要做客製化，香港至少要做自家嘅創作，你搞了條樹啊、撈石鼓啊，咁一路行來嗬，到底係乜原因？本意講按堅持，是做得行下去，除了好搞運啊。你坦白講啊，也實在當好搞，真嘅啊，真嘅會好搞。你也有興趣是當好搞，你係取到艱苦內心中嗬，係取到當翻炒，也為咗書把為咗呢種情況啦。因為做呢一種品牌也好，做創作也好，做呢透露啊嗬，其實本身是為咗呢一種各式各樣嘅事情為困擾你啊。喺你係撈自家嘅內心中嗬，時不時是係保持一隻。簽出一張樂趣，做，其實嗰啲熱情係來自於講，你做呢啲東西，你也要起到興趣，你也冇興趣，你是為求對呢張熱情嚟講，就百分是有限啊。喺你也對呢一件東西，你也冇感同冇感覺，你是唔係要嗰種按照大家講係嗰種。基本法同我互相係嗰隻刺激嘛，是冇同理啦，係，你冇同理嘛，你看到咧，你啲東西新奇哦，你比如講你發文，嚇，你樹啊咁樣配嘅，你發文嘅表面嗰隻畫面，俾你感覺有隻亮，這個漂亮。嗰是當上會做。因為講實實撈嚟弄起來，弄起來，哦，你實實撈去處理起來，係，喺你頭你專門做咧，人他講係，你一邊講我樣板客製化亦都，其實都係工程類東西，你為咗你
除非佢幾隻彎身，你做咧東西感覺到好，所以你好，一隻文化，一隻品牌吼，需要當到技巧啦，呢種技巧係有形無形嚟參與當重要。哇，咁所以不靠人當技巧嘅嚇。也請技巧啦。哇，當幸福呢？咁上最尾有先生對咧所謂創新嗬，傳統嘅手藝嗬，有咩感想咯？其實做呢一種傳統嘅手藝，其實會越來越困難啦。因為你一下計社會計多元化，因為邊講因為人我叫從事各種嘅套路嘛，好比講你一下半導體愛新竹地區是強運動咱嘅原因，因為愛你新竹考咱去當去，所以台天人所去考咱去上班，和一到人莫講話你一下。去送嗰種外賣啊，嗬，是一整日是做個新玩用。了解。所以一隻人來投入了做了學習了傳統嘅嗰種手藝啊，手藝嘅對呢種動態投入動態嘅興趣。錯，是先生講嘅要熱情要好奇心嗬。我想今半年呢，談嚟咧范永天先生嘅分享，除了大家學習當中，咪本你想講，你咁有好奇心，咁有熱情去做你喜歡嘅事情，有一種咧出人嘅精神。今日再次非常感謝先生，希望先生嚟分享。謝謝，希望大家。咪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福喜來了，然後請大家等下繼續來做運動哦，希望大家長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